讲到今仔日呢是这正月初四，中昼风面经过了后，这方面的北部、东半部天气开始变较无稳定啊。初五呢，就这东北季风也变强，初六开工迄天撞到强烈冷气团到位，这温度是会愈来愈低。也因为这年假特别结束啊，高速公路上北的车拢变多，国道过河宜兰往头城对早起车就真多，才有可能会塞到半暝啊。行塞车民众早起就出门，要对宜兰上北，不过伫上高丽岛进前就被塞掉了咯。塞爆了，真的？你从几点就出门？9点多。这样塞了多久了？1-2个小时有。真的哈，会不会觉得好累？有点。高公局分析，这个测试是全国道上北车流上最一天，车流是平常时的1.6倍。其中上塞车的国道5号，涉水崩坑入口，车一度排队5公里才长。估计车多一路会塞到正月初5天要光，也若正月初5休假这天，搁塞车的路段伫下晡了后，也搁再有一波的车流。在国一的北向苗栗到湖口路段，在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8点左右，会有一些车多拥塞。那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路段，在下午4点到7点。以及国五北向宜兰到坪林，从早上9点可能会一路拥塞到晚上的7点左右。南回公路太麻里南校路段下晡了后，车流也出现，双校路拢是对早起7点车就真多。公路局分析，以休假上北的车流为主，塞车时段有会继续到正月初5透早7点。天气部分，正月初5东北季风增强，北部甲东北部天气会升转凉。正月初6开工这天，强烈大陆冷气团南下，华南分河区所向东边会感觉真湿冷。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，各地的温度都是明显的降低的，特别是在礼拜2的清晨跟礼拜3的清晨，北部跟宜兰地区可能都会是在11度左右。在中部以北，宜兰花莲在礼拜2清晨跟礼拜3清晨，可能会有部分地区低于10度以下。过年连续假期即要结束，机电公司统计，测试初52天，旅运人次拢有超过14万，有大量的旅客入境。也若桃园捷运公司也宣布，今年因应真侪人出国，对1月20日开始，对 A1 台北车站发出的直达车提早到5点到5点半，国加发一班直达桃园机场。经过观察发现，旅客确实有坐车的需求，所以讲会继续来试办3个月。记者宋华报道。